我相信自家每一人挺聪明，鋪排前面自家要做咩，小組要做咩，嗱，攏總自家鋪排嘅，猛講過，熱天又獻出乜自家，因為到咩呢？呢個雅各書14節樣講自家啲，因為到自家啲小組發生乜嘅問題，自家啲小組自家嘅生命中。嗱，自家嘅生命就係了熱情露水樣，熱下啲看到，也熱下啲咁摸下，露水咁樣啊！聽講就是熱下要露水，加照露水都摸下，自家嘅命就係熱樣，了露水樣呢一個見節講。嗱，自家人生假設人講見世間呢，咁咪了露水樣熱下腰，自家啲手做行腰摸係冇啦。嗱，講啦，自家世間呢，人班人嚟行通，人班人嚟行呢一個路線，人班人嚟達呢一個福氣，呢一個經書講自家啲詩篇記829、805節，咁樣講自家啲上帝嘅話語都係自家嘅燈，本自家嘅腳蹼嘅光，本自家路途。嗱，上帝嘅話語都自家嘅燈，燈顯出有光線咯，係咪啊？燈就自家嘅腳蹼。嗱，然後佢講光路本自家嘅路途。嗱，上帝嘅話都係燈嘅光。本自家嚟行呢個世間，係自家聽上帝嘅話嚟行呢個世間，熱上帝大家特信，大家信理，第一本自家平安，第二本自家甜嘅心，第三本自家隆重得到最好嘅福氣。聽上帝嘅路，熱天就光路行，阿門。